好，来继续是正段消息。来看行政院针对立法院通过财政收支划分法外来附属，也就是外签名确认。院长杜英泰接受到采访的时阵，更加来证实，针对立法院进前3读通过，无要继续抬公告年金这条。嘛，无提出着复议，要直接用外附属来处理。国民党团真不满，痛骂讲这是独裁，是非宪乱政。立法院日前的定数委员会，那被是再度来封杀着国防特别预算1.25条。强化民主防御能力。立院民进党团伫咧定数委员会也白也发声爱拿白卖国走动预算，因为伫咧行政院长杜英泰宣布无附属财违法修正案了后，引发在野阵营不满，包含财违法行政院版本，还有8年1条2500亿国防特别预算，拢搁再互拿白封杀。这种恶意阻挡。不作为的方式呢来杯葛。预算防阻挡3届，加上无附属的争议，调解的冲突是继续升温。不过总统府的资政谢中庭伫咧面册普文小天，强调无附属无违宪的问题，颠倒会当改变目前的政治局势。说落来炮火上准拿白，攻击多数党的立委唔敢提倒告，讲较白的就是无信心，搁再得到人民的支持，反倒国会防解散，搁再选会选袂掉。若杜英泰接受媒体专访，头一届证实立院进前3读无要继续提公告年金的修法，正院未提复议，会直接无附属。行政院长的附属是代表他要负责执行而已。现在他变成说他可以不附属，还自己自行创造他有几个标准。他是谁呀？他是皇帝吗？阁揆在这里表达，他不会对于年改法案进行附属，这是。完全在宪政的学理上是说得通的，但是呢，也保留了未来申请宪法救济的一个机会。尤其总预算案也搁伫咧立院，到达也未开始审查。根据主计总处盘点，明年度申请计划、经常性延续计划增加的部分，大约有2000多亿无法度执行，其中包含 T-Pass 大约75亿、机票注销70亿，佮有生计补助42亿，拢会受到影响。不仅直接违反公共债务法的上限规定，更将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濒临崩溃。总统赖清德出席社福总编感恩参会，讲到拿白通过争议法案，无附属的争议，调也是全面塞牛角角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